大清嘉慶15年，即公元1810年1月，中國南方水域聚集咗過千艘戰船，由七海盟主張寶仔領軍，糾集海盜數千人，戰船600艘，聲勢龐大，乘風破浪，向清廷水師宣戰。與此同時，朝廷傾粵閩浙3省之水師兵力，出動戰船800艘，配備精良火炮，浩浩蕩蕩向該水域進發，實行對張寶仔一伙進行大圍剿。我大清11貝勒文號今日出使，不滅海盜，誓不還。七海大聯盟，殺晒呢班清狗！殺清狗！炮聲隆隆，硝煙迷人，喊殺連天，箭飛如雨。全速向前，衝過！雙方決戰3日3夜，難分勝負。戰場上血肉橫飛，觸目驚心。呢場咁殘酷嘅戰爭，發生喺今日香港以南水域赤鱲角，史稱赤鱲角大戰。戰火硝煙之中，水師同海盜喺戰場上廝殺沒完沒了，一時真係難分勝負。赤鱲角大戰係清廷同海盜多次會戰其中一場最大型嘅戰役，核心人物有代表朝廷嘅11貝勒文號，佢不惜身先士卒，縱橫火海，誓死血戰。每個鏡頭都達到電影級數，絕對誠意之作。